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又个到咱咧讲千金铺的单元。咱顶一遍呢有讲到呢，字是随身宝，财是国家珍，一字值千金。千金难买圣献心，历手作算用苦心，创结这字值千金。劝人读书就认字，看得来写得去，百般货物都有字，件件货物都书记，记得物件写得来，便是伶俐不期待。今仔日呢，咱阁刷落去呢，要来介绍有关呢做一寡生理行业的，伊是安尼讲的。百般生理多头路，也有坐店共开铺，也有富虚摆街路，也有广告贴字数，也有看股共落铺，日出日作，日入日息，不息不低，顺地之职。咱来介绍呢，这段到底伊是咧讲啥？伊讲百般生理多头路。首先我要来介绍生理。生理这句话其实是来自菲律宾南岛语，叫做达加洛叫做桑理百般生理多头路，伊什么意思呢？伊讲生理场呢各行各业拢是全是头路啦。有什么头路呢？讲也有坐店共开铺，这也有就讲有啥个有啥啦这个工就是用英语来讲叫 and 啦，就讲我加你的加啦有啥物个有啥物个有啥物这伊只全部拢用作者共按啦就是我加你按啦。也有坐店共开铺，坐店嘛就是咱讲的啦，店面的生意啦，就是文市啦。啥物叫开铺？就是批发的啦，生意啦，叫做武市。所以也有坐店共开铺，嘛讲有人呢做店面生意，嘛有人呢做批发的生意。也有富虚摆街路，虚就是市场啦。鱼啦，什么牛鱼，什么鱼啦摆街路咧，就是摆伫路边的啦，路边摊的啦所以意思嘛讲，有的人呢，赶赴市场，嘛有的人呢，生意呢是摆伫路边的，路边摊的，讲叫做也有富虚摆街路。过来呢，也有广告贴字数，广告呢，大家拢知影，讲民间的故事的啦，像我乐天迄款的讲民间故事啦，讲神话故事啦贴字数呢，就是摆八字的啦。用今仔话来讲，就是算命先呢。就讲有人呢在广告的，嘛有人在讲算命摆八字的，也有看股共落铺。看股就是咱讲的看这个鱼大条网鱼网股就是股料啦，股就是大条的这个鱼网。落铺呢用今仔来讲就是糖厂，就是以前的这制糖做糖的所在。所以讲也有看股共落铺，这工我讲的就是有啥物个有啥物的意思啦有的人呢去海边看网掠鱼，有的人呢去汤铺做工课制糖，日出日作，日入日息，这就是讲透早就出门做事，日入日息爱点啦，到尾暗暝的时阵才回来厝休困。就是讲我做我的过我较自在这款生活啦不息不低，顺地之职。这个顺地真过去真侪版本拢写什么尧舜的舜啦其实不是啦舜就是嘛，就是呢孝顺那个顺就顺从的顺啦顺地之职。什么叫不息不低呢？伊主要在讲什么呢？讲过去古早的时阵迄个圣贤的帝尧舜嘛伊讲伊为着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所以伊所有政务拢处理得足好势。你老百姓你唔免烦恼伤济，你唔免操烦伤济，只要照着规矩去做就好不息不低，顺地之职，就是讲安尼天下百姓呢就唔免操烦，只要照规矩去做就好这就是不息不低，顺地之职。好今天这集咱就讲到这，多谢大家。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当洪建教授主讲，当牛收录，多谢收听。